欢迎收看《台湾香港界》，我是阿明。咱看到香港区国安法实在是管伤看了吼，唔是香港人，或者是无伫咧香港犯罪，拢总适用。即阵咱看到这个施行细节，国再来公布，真正是扩大咱讲香港政府甲香港警察的这个权力。咱来回顾一下吼，5月28这个人大通过立法的这个决议，6月30日人大常会啦吼，162票通过这个国安法，7月7就开始来正式施行。迄当阵咱嘛看到吼，1万多名这个香港人继续行去街头，无咧惊啦吼。不过咱看到这个7月3香港区哦，这个维护国家委员会吼正式来成立。7月7日就是咱讲的吼，就是昨啦吼，公布到43条的这个施行细节，真正是无限的扩大警察抓人这个权利。详细来看这个规定是毋是有影含啦吼？咱一点一点来分析，互观众朋友来听。第一点咧，咱看到香港政府无需要这个手令哦，就当敲人的厝。第二点是啥？随时会当没收到这个护照也好，限制受调查的香港人哦出入境这个自由。第三点咧，咱讲到保安局只要怀疑，就当冻结你的这个财产吼。第四点哦，讲要求社群媒体，亲像咱讲的 Facebook、Instagram 也好，拢会这个铺文吼，这拢爱要求可能会当抬就抬啦吼，嘛要求因讲这个网络供应商爱来甲封锁起来。第五点是啥物？香港政府哦，会当透过文书文件吓外国的势力，这中间吼，就包含咱台湾吼，真正是有影大海边观伤看啦吼。第六点，咱看到政府会当开始甲人对监控私人的这个通讯，无需要法定的这个批准。第六点是啥物？香港人无隐私啊啦吼，银行的口座也好啦，私人的公司资料，拢总哦，这个资料都爱提供给警方啊。基本上拢已经哦，对个人来讲拢无保障啊。咱嘛看到习近平或者是这个北京政府认为哦，家己是全世界这个核心，要管全世界这个所有的这个事务啦吼。不过这个手路真正歹看，尤其咱嘛讲到第五点吼，会当吼要求啥？要求台湾的政治性的组织哦，提供勘测到香港这个资料，给北京政府。另外，咱嘛来讲到吼，这嘛是代表啦吼，中国其实看到台湾对香港支持的这个重要性啊，以及要有所倾向，想要甲阻挡。但是咧，咱讲吼，中共上惊的这个所在，咱今日就好好来分析。香港区的这个国安法哦，施行细节通过吼，咱讲吼，即阵真正是无限的扩权吼。这不定，咱先来邀请到咱3位来宾，个咱线顶的这个朋友，咱先邀请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詹建元。主持人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咱邀请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教授彭瑞仁，大家好。第三，咱邀请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员廖福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在咱线顶也有香港元朗原谅区议员张秀贤，秀贤议员你好。你好。是我们议员们看到这个施行细则啦，7大哈，真的是对于香港政府也好，香港警察而言呢哈，真的是无限制的这个扩张他们的权利了哈。我们一项一项来跟各位解释也好了哈，也请这个议员帮我们分析。第一个了哈，他说到这个没有搜索令哈就可以来搜索，或者是哈跟台湾比较相关的哈，对于外国势力也好，台湾政治的这个组织也好了哈。必须有一些这个文件哈，这个我们这些政治组织或者是外国势力就必须得交付给一些这个资讯或资料给香港政府，这合理吗？现在这个我们讲，比如说我们昨天就看到这个100多页的文件，这是一个施行的细则。那它主要是关于那个国安法，就是之前也60多条的补充。具体的执行的内容，因为他现在把他的内容其实跟外国的反恐怖势力或者是反恐怖活动的一些的法律比较小，但是他最大问题就是他没有监察权，立法会对于政府怎么样执行，基本上是没有监督的权利。还有就是因为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昨天香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嘛，是中联办主任骆惠玲，现在就是香港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就是一个监督香港政府去做一些国家安全措施的一个太上皇。所以基本上中联办说了算，整个香港政府也要跟着做。另外就是北京在香港设立的一个叫国安公署，它是中联办外交部的驻港公署，
还有解放军的第4个北京驻港的一个机关，政府机关，基本上他派的一些官员，就是基本上来自于广东省的省委包括那个公安部包括国安部，所以基本上就是他把香港要打造成他自己的这个牢不可破的一个基地。因为国安法的具体的规范不只是我们说只在香港，它国安法内容就包括于不在香港的人，不是中国国籍，也包含在内。是，所以整个实事的职责，就讲就是关于向外国、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要求应感、谢感活动提供资料的使者，他就是把他的手伸去其他国家，包括台湾。就是他伸进去之后，他就要求那些的政治组织，包括政党，包括那些不是政党，但是可能他们也会就是参与政治的一些组织。那个确实把他的权力越扩越大，也令到譬如讲，就算是包含国民党在内的政党，如果他有成员过来香港的话，到底他们安不安全？这个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你说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国民党本身自己也安不安全？对，本身的一些法律的规定，有些确实是针对于国民党。因为在97年前，国民党在香港确实是有一些活动。因为他跟中国的联系，令到他历史的原因之下，跟香港就有更大的一些的就是关系，而且连结。所以那个一开始就是我们有很多法律，包括法人条例，也是针对于他的就是他在香港的活动。但是现在对中共的威胁不是国民党，而是其他的政党。OK， 包括他现在就是左派的一些的就是宣传机器，就是一直针对民进党或是其他的台独的政党。他们就觉得台独在背后支持港独。所以他们就把台湾的政治性组织列入在内。你看，就是他没有把澳门放在那面。所以他觉得有些的组织是安全的， OK， 有些不是安全的。所以老实讲，定义是他们泄密。OK， 最后如果国民党对他们有威胁，我相信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其实议员有讲到啦，其实咱讲这个国安法施行细则一通过啦，其实咱讲西过香港这个立法会立法会其实无这个监督这个权利。另外这个议员头拄嘛有讲到这个针对咱讲到国民党也好过去可能伫历史上有这些因素但是即阵主张港独也好啦支持港独也好，还是讲台独的这个势力，可能拢总会是受到影响啦咱等下再个请教议员，不过要先请教咱的这个主席啦其实咱看到这个香港这个国安法一通过啦咱讲这个第7天尔昨公布这个施行细则内底，真正是管伤宽啦那法律有一些基本的规则啦原则啦比如讲对于人民的这个基本的权利要限制的话，要有这个法律的根据。有呀。而且呢，要按照所谓的比例原则。你袂使迄个轻的迄个行为用足重的罪来判。有一个比例嘛。一部法官全球安尼。必要性啦。这是基本上迄个香港过去伫迄个英国的殖民的这个时代。迄个英国传落来，迄个大宪章啦，权利法案啦，以这个传统，即马这种嘛，伫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跟咱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内底弄这是普世的这个法律的原则啦。即马香港这个国安法的这个施行细则，什么人颁布的？是迄个香港政府。内底内容咱头拄仔看到是关于这个搜索扣押这个而且包括这个刑事的这个法则
罚金，还是互人去坐监，这个足严重的这个处罚，这咱拢爱有这个吼，一般来讲，一个真正的法治的国家呢，这拢爱通过这个法律的这个定数，比如讲立法会，还是讲，你即马北京咧安尼舞吼，你上少你个北京迄个人大这个常务委员会，还是讲人大的大会，爱通过嘛。这毋是呢，即摆是香港政府安尼颁布，就要来掠人，要来凊彩要来扣押人的这个财产啦，冻结然后。这是无看过讲，全世界有这款的法律啦。来比较台湾来讲。若是台湾的检察官啦，还是迄个国安的人员啦，要来针对这个重大的犯罪要来进行调查的时阵呢，伊这个搜索票嘛是爱迄个呢，迄个检察官爱甲法院呢爱来申请啦。即阵香港政府伊当无这个手令，就让去敲人这个是啊，对啊，我相信讲本来香港法律嘛是这个进行啦，所以即摆就是讲任何案件呢，若是用这个国安的名义这香港政府啦，香港警察啦，拢使学袂武啦。有影，头个讲到这个香港过去是延续着这个英国殖民政府啦，虽然是这个殖民政府，但是伊的这个精神过去拢要存存啦，但是即阵拢无去。咱来看讲即阵咱这个林郑月娥，这个香港特首安怎讲？伊讲只要你是这个合法啦、守法这个公民，其实拢免惊啦。咱先做回来听。港府伫咧催立案公布港版国安法的施行细节，列出国安警察的七大权力。包括特殊情形下会当伫咧无所查令的情形下搜证，而且对想要用伫咧犯罪财产会当冻结、扣押加充公。对外界质疑这项立法是香港的末日，破坏香港的前途。特首林郑月娥伫咧初7早起记者會上講，這種講法是無正確嘅，係保障到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合法享有嘅自由同埋權益。如果你問有啲人，自從舊年6月，佢心裏邊最擔心嘅就係佢冇辦法可以行使佢出街嘅自由，佢去幫襯一啲鋪頭嘅自由，甚至佢發表言論嘅自由，因為呢等等咧都會係被暴力分子咧作為攻擊嘅對象。林鄭也講，專職部門已經攏成立，包括警務署嘅國安處、甲律政署嘅專門檢控區。因過第5項規定是講，港府會當向外國加台灣嘅政治性組織，抑或伊嘅代理人要求提供涉港活動嘅資料。若是無按照要求嘅，會當判罰10萬港幣，差不多是台幣38萬，抑個監禁6個月。因若警務處長也當伫咧合理懷疑下，意圖危害國家安全嘅電子信息。大幅度縮減港人嘅通訊自由。And I've just explained that even in implementation details, they are designed and devised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respect human rights, and that includes all those human rights enshrined in the Basic Law and in the 2 international covenants on human rights as applied to Hong Kong, including press freedom. 地主社群網站 FB 甲旗下通訊軟體發射 APP 宣布。會暫停接受港府甲執法當局嘅要求，未提供任何嘅資料，並且喺聲明中也講，這段暫停期間會進一步評估港版國安法實施了嘅衝擊才決定。另外 ，Twitter 甲 Google 通訊軟體 Telegram 也攏會安尼施做。記者綜合報導。咱頭個聽到這個林鄭月娥是講，這個開喙啦吼，還是合喙，就是 human right 啦吼。咱繼續要來請教咱香港嘅這個議員哈。議員再跟您請教一下，看到這個林鄭月娥了哈，一直提到人權，你怎麼看？我相信這個國安法本身，它就是說要令到香港就是重新恢復，就是去年6月之前的狀況。當然，現在的那個國安法最大問題就是沒有，就是它不是本地的立法，它是人大繞過香港的立法會去立法，他的做法就是本質就是令到香港自主權進一步受到傷害。另外就是我們講的包括那個國安法，它的內容、它的包含的範圍已經有遠超香港本地的範圍。就是你在外國發表一些他們認為是分裂國家的言論，他們可能之後也會把你去逮捕，去送去
监牢。国安法的那个刑罚也是相当之重。就是他说，如果你是比较首要分子，或是你是严重分子的话，就是他就要把你就是终身的监禁。那这样子的做法，确实是令到香港的言论自由进一步受到伤害。包括那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啊，也不能谈。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香港街头很多民众举的是这个白旗，因为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旗没办法举了，这个口号不能喊了，干脆我举白旗抗议。对，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文字狱嘛。你说的口号现在也要受到限制。包括你讲香港独立，他本身就觉得你是港独嘛。但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连香港政府要发一个新闻稿，说要定义它也是颠覆国家的一个口号。那一个国家这样子脆弱，一个口号就可以颠覆嘛？我真的不相信这是中国政府缺乏自信，还是香港政府自己不断在揣摩，不断在把整个事情放大，做了一个寒蝉效应，令到越来越多人不敢出来游行集会，或者是喊口号。因为今天可能禁这个口号，明天就可能禁那个愿荣当归香港，因为他的歌词里面也有同样的一句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那是不是明天也要禁大家唱这首歌呢 ？OK，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就是不断扩大那个执法的范围，令到很多人越来越不敢出声。的确啦，我们看到这种状况已经在我听到一些商界朋友已经很担心了。是我们感谢议员哦，议员提到这个寒蝉效应了哈，这个国安法立法真的是有寒蝉效应。那么看到讲这个国安法立法吼，其实吼香港人来讲吼，这个讲吼香港时代革命嘛袂使讲啦吼，原因讲吼，幸好这个香港嘛袂使唱啦吼，过来可能是愈来愈这个牵制到，这个香港人这个所有的行为啦吼。不过咱嘛要搁一届来强调讲吼，这个国安法的这个施行细节是安怎甲台湾吼这样有关系？就是中共真正是惊嘛咱来先带大家来看讲香港区国安法第43条这施行细节第5条啦，伊讲啥咧？香港的警务处会当要求台湾政治性的这个组织，也是代理人，就牵涉到香港活动提供着指定的这个资料。另外咧嘛，包括着讲伫咧香港活动，也是讲这个人的资料也好啦，资产也好，收入也好啦这来源甲开销，你拢总爱交互清楚，交互出来那是交有出来，还是讲无要交出来啦咱来看这个刑责是啥物？若是讲这个组织有交出来，还是讲无要交出来无要交出来，上悬你用判这个10万块的这个港票啦差不多是38万的台票，这个罚款。也是讲6个月有期徒刑啦也是讲你有交，但是交了无正确、无完整这资料，10万同款啦但是这个有期徒刑是2档啦是安怎？这个港区的国安法内底施行这个细节会摕到这个咱讲台湾这个部分，敢讲真正中共开始惊，咱讲台湾挺香港这个势力头有影真大。是。即摆我要有小可烦恼一下，就是讲我即摆是台北啦，但是唔知影北京是毋是即摆来听我讲啥物啦但是伫台湾我有言论自由，所以我是唔免惊这寡代志那今晚我可以大声的讲说香港独立愿荣光归香港了那我们在台湾台北挺香港那但是呢，为什么国安法43条这施行细则甲国安法对台湾的影响遮大？其实袂使讲影响遮大应该是讲台湾人是不受这种打压啦，无可能说凊彩讲你国安法讲袂使挺香港独立袂使讲甲香港独立有关，或者是说分裂国土这寡话袂使讲讲了政治性组织，台湾是政治性组织，所以呢，咱香港政府也是讲中国政府讲政治性组织，你基本上资料提供给我哪些人伫台北伫台湾亲像我即马伫台北讲香港独立安尼袂使，安尼违法安尼要判可能最高判无期徒刑即马资料提供给我那我要来调查，我想说即马一个真正是足笑亏的啦
这个国安法就要不只是管吼，台湾吼，管全球啦哈，全球宇宙啦，全宇宙。那是讲吼，宇宙人来到地球嘛，是可以管得到啦。就宇宙人嘛是来台湾安尼啦。来到台湾嘛是嘛管得到，嘛管得到啊。宇宙人那是讲啊，即马香港要独立哦，宇宙人你嘛是要接受香港的审判，嘿，这真的是国际大笑话，也笑亏。那对台湾影响吼，我相信吼。中国的目的是，让台湾人会惊吓哦，这香港独立是袂使讲啊，是不是台湾独立嘛袂使讲？哦，而且是国际上透过政治性组织哦这种用语吼来打压台湾，嘛是甲美国啦、欧盟吼，国际上其他国家讲台湾对阮来讲，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政治性组织，嘛连政府都唔是，唔是国家，唔是政府。连地方政府、地方的政府都唔是，哦，不是讲是一个组织尔啦，一个组织吼，一个组织，像财团法嘛是一个组织，协会嘛是一个组织，对吧？这代表讲，我今天哈，我香港禁止你，哦，我禁止你台湾人做什么，你就要听我的，完全是被禁止的，哦。那是讲哈，我们言论自由讲什么话，很歹势，基本上袂使讲，因为你是政治性组织，所以哈，我们香港家甲你讲。你若是讲香港独立吼，也是讲吼违反这个吼港版国安法4大罪行的吼，你基本上吼比较担心的，因为我要追踪你吼基本上香港还可以命令蔡英文政府讲，你要把资料提供给我吼，我要来追踪这些讲香港要独立吼。我发一个文书文件吼，这个叫蔡英文政府，你都要交出什么资料来，你都要交，无交吼，若是无中，咱头头讲就10万块港票啦吼，6个月有期徒刑，蔡政府敢有要甲你申到？蔡政府蔡英文总统是不是有这侪月薪，我是唔知啦。但是这就如同我刚刚所讲，这就是吃亏啊哈。我相信不管是国际法原则哈，或是任何法律原则哈，那是无可能的代志。而且哈，港版国安法完全违反所谓的法治国原则、比例原则哈。金小刚主席啊，他都要讲过哈，无虾米比例原则。OK。完全是讲行政机关，他自己单方面也在决定讲哦，什么人讲什么话是违法的 ，OK， 哦，什么人就可以的哦，这些人我可能可以去他家搜寻一下，我就可以去他家搜寻，这在台湾是无可能发生的代志。什么时阵在台湾可能有发生的？在戒严时期，在戒严时期，基本上那讲转型正义，为什么？因为戒严时期就像现在港版国安法发生的情况是一模一样，所以让基本上讲转型正义就是要去追究，但戒严时期发生过这些违法事情。政府违法滥权，但是今天香港这港版国安法跟施行细则，真的是把台湾的戒严时期再模仿一遍、抄袭一遍。就是讲这个香港区的这个国安法甲过去咱这个戒严的这个阶段有影真成啦吼。不过咱慢慢咧看到有整理到一张图表，是前总统马英九伊所讲的，咱先带大家做伙来看一下伊讲啥咧？伊讲这个蔡政府对台湾的这个国安法啦真正嘛无要烧样的啦除了有这个国安5法，也佮有台湾佮有这个反渗透法啦蔡政府咧强行要来推测到反渗透法加民主的名行专制之时啦家己佮认为就是民主啦看到讲蔡政府无反省的这个能力。提到讲这个人问到前总统马英九的时阵，伊就讲香港区的这个国安法敢若亲像咱即阵的国安5法啦咱看到讲这个总统府的回应啥？伊讲伫咧专制体制之下啦透过无民意授权的机制，互这个人民拢因为这个言论来受到这个罪犯啦也是讲连这个标语的这个内容拢会入罪这个法令，敢会当比咧？另外，咱就看到讲这个美国华府的这个智库这个访问学者这个陈宏武啦伊的讲话就较险伊讲啥咧？就讲摕民主国家内底民选国会所立的法甲独立法治运作这个体系，甲对方这个法院拢爱姓党的这个独裁国家来比嘛敢若这个 Harvard 这个法律界的这个博士做会到啦继续，咱嘛要来请教，真正是研究法律的这个咱的这个研究员廖福德这个咱的教授啦其实咱听到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安尼讲直接摕这个物件来甲咱台湾的这个国安5法来比，安怎来去比拼咧？
我是来先甲拄啊迄个问题，好无吼 ？OK。因为阮即我看，即摆这个14个细节哦，其实敢第43条啊，伊拢总法律66条。是。所以我嘛提醒人个，可能14个细节吼，不只是这边啊尔。伊即摆敢43条啊尔，吼，敢这条啊尔，就是14个细节。所以我感觉大家要注意吼。第二点，我甲大家报告是讲吼，其实本来这43条本来是讲的，有一个是讲迄落会使要求外国甲境外政治性的组织来提供资料，吼。啊，香港政府我看可能会叫迄落中国的北京政府去用电，因为伊讲吼是外国的政治组织甲台湾的政治组织。是。啊，你讲台湾政治组织，你若照这43条本来用讲境外这政治组织来看，你只有甲法度解说讲台湾的政治组织就是境外政治组织。咱对我议员有讲。这个是个细节是无讲澳门的 ，OK。啊，所以讲香港政府甲台湾直接就去看作，不管是毋是个外国的政治组织，还是境外政治组织，其实就是讲台湾甲香港是拢无共的就对啊啦。你至少台湾是咧境外迄落的组织啦。所以讲我感觉可能香港政府伊也真注意哦。你即马特别入去台湾的政治组织吼，可能是真正叫北京政府的电哦。吼。第三，我是感觉讲爱讲好清楚，就讲吼。什么是政治性的组织啦 ？OK， 我感觉伊讲的唔是讲台湾政府，是讲台湾的一寡政党、政治团体，伊讲的迄个政治组织。啊，问题讲这款政治组织到底是讲啥人？其实讲起来嘛无多，嘛无讲介侪人，嘛无介侪人。啊，所以讲这个限制，其实我感觉爱注意的讲迄落，但是我甲大家报讲讲，一下安尼就有效吗？就讲伊即摆讲，伊这一细节，就讲到台湾。就讲你爱安尼做，若无做，我甲你罚金，无多少用咧。其实是无法度的，是无法度的。就讲若咱若在倒饼啊，咱讲台湾家己立法讲，你香港若无安怎做，无安怎做，咱就使甲你罚金，啥物？无可能嘛。你若讲法度会使，拢大概每一个人拢会使，你每一个国家拢会使安尼做，因为你每一个 A 国家，你无可能去立法讲叫 B 国家内底的组织，讲你爱照北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再来较了解以后，咱看马前总统讲的迄，我感觉就是有差别啦。有差别啦。咱台湾的国安五法，你讲咱去了解细节，伊讲伊就是修改刑法，也是讲咱讲的两岸人民条例，也是讲咱讲的国家机密的保护法。是。其实咱做几项啊代志，第一就讲咱咧讲地的范围会使小可较宽咧。啊，是讲限制咱退休的迄个将军。去甲中国的迄个范围，也是讲咱要签政治协议的时阵，爱甲提高的门槛，是即寡部分。就算讲你看渗透法啦，其实嘛足清楚的啊，是讲你有甲选举有关系，有甲游说有关系，有甲集会游行这行为有关系，是非常的清楚。啊，伊的目标是防卫性的，是讲防卫的，毋是讲你咧攻击。啊，你看讲迄。香港办国家安全法迄4个罪名，大家看到，佮真正是包山包海，非常大的差别。所以讲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佮一个独裁国家，我感觉就是有差。啊，佮补充一点，咱都有讲过，为什么这佮香港立法会拢无关系？都说过啦吼。啊，就是本来就是讲，伊中国迄个人民大会，家己通过一个国家台湾迄个香港办的国家安全法，啊，后来是变做伊是香港政府。家己去知道创一个迄个条例，啊，变做讲完全调过，就讲应该上重要，在香港的立法的机构应该是立法会嘛，啊，结果拢无，啊，到迄度吼，啊，你若讲要搁看细节吼，迄真正是足够恐怖，我感觉这是啊，警察国家吼，就是过去咱台湾定的警察国家是。对，警察会使做非常的做代志，会使你去甲领导去抄你的物件，会使限制你出境，要甲你护照扣起来，会使你的财产甲你冻结起来，会使叫你物件摕掉，啊叫你迄落所有物件爱摕出来，这我感觉就是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迄个状况。所以香港已经毋是过去咱讲的这个香港啊吼，咱其实嘛讲到啦吼，就是讲啊，针对着这个咱讨论的这个国安法，香港区的这个国安法，也是讲这个。有人改比作是台湾的这个国安五法啦吼，啊其实嘛有真侪种声音啦，咱嘛看到有真侪讲政治工作者吼，亲像这个亲民党的这个吴坤玉，伊有敦请若是讲蔡总统会当聘请到这个马前总统去做这个驻港处的这个代表，应该是袂歹哦。咱要注意迄个港版的这个国安法通过
第2天7月1號，都香港人啊，摕咱台灣的國旗，中華民國的國旗去用逮捕的。馬總統無代志，就定定穿國旗的衫，所以伊掠頭一個。當然是安尼啊。伊即擺最有講要什麼愛一中各表，咱尊重迄個馬總統伊政治的即個信念啦。伊是講一中各表，這是毋是你個即個要甲即個台灣和中華民國，要甲迄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做一個切割。是。這嘛可能牽涉到即個分裂國家，即個行為啊。OK。所以咱為迄個從具體啦，就是香港人摕台灣的國旗就互掠去啊。是。你這中華民國的總統，你就是你根本就是現行犯嘛。無代志你定定走來走去，所以迄個即個香港即個法律，咱所有的台灣人嘛，基本攏是變做罪犯。但是你有聽即個香港的，伊攏是罪犯。是，不管你是主張台獨，還是講你主張中華民國，因為啥物是台獨？這個定義啦，有時候很模糊。是，一般啊，咱台灣哈，因為咱台灣是尊重這個言論自由，所以你主張你啥物你就會政治主張。有台獨啊，中華民國派華獨，攏是咱憲法所保障的。除非什麼？除非你有具體的叛亂的着手實行叛亂的行為，而且叛亂行為要達到一個重大就達到一些公共危險達到可能對國家這個政權達到這個危害的這個程度。你要有這個危險重大危險，才有可能構成犯罪啊。所以咱對台灣人來講，啥物是台獨？但是這法律保障的嘛，所以伊講台獨言論要處罰，還是要安那？是，咱就唔知跟迄個具體的這個行為這個要件它的態樣是什麼？咱搞不清楚嘛。所以台灣人任何人你若是主張講中華民國甲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民一國就是你有代志啊啦，都有代志啊啦。所以台灣人即馬迄個即個法律伊手伸啊足遠的啦。台灣啦，還是講海外所有的即個反正是主張即個甲中共無共款的政治的主張，攏有可能變成即個法律，所以愛迄個訴求的要追究的即個對象。有影啦，即個咱頭拄仔即個廖福德，即個咱講教授其實講着真正已經變做是一個警察國家啦其實警察國家內底，咱閣看到其中有一條佇社群媒體頭頂可能即個社群媒體，咱講一般即個資料有誒已經是送中去也好啦，送香港政府去也好，即個資料攏向收集了後，即陣閣講你即陣誒即個鋪文，即個社群媒體愛你台文你就愛台文誒，咱繼續請教咱田教授。咱即馬會使看到這種 Google 啦Facebook 也是 Twitter 啊，伊是講對外有聲明講，迄是無可能的，要互因台灣迄是無可能的代誌。因為伊有市場不只是香港，不只中國，閣有海外國家，係啊，閣有台灣啊，閣有海外但是講凊彩一個政府，但是講親像香港講，你即馬有一平台頂頭有一寡言論是港獨你即馬愛抬掉下架無安尼我無愛互你Facebook 離來咱台灣講。那別國家是毋是會使安尼做？那是無可能的代誌。而且講，即馬迄咱的個人資料咱言論自由都佇 Facebook 也是講Twitter 佇頂頭咱會使足自由的去發表無可能受到任何的限制，受到任何的限制啦。那為什麼講香港特別強調社群媒體頂頭這言論，若是講涉及到所謂4大罪，也是講跟港獨有關的，一定要抬掉。那是因為講社群媒體實在是非常發達，無可能有人甲這社群媒體言論凊彩個抬掉，也是主動無可能的代誌。因為社群媒體發達，以至於像親像咱台灣動員透過社群媒體嘛，Facebook 啊、頂頭啦，有人講即馬要抗議可能幾工幾點鐘，唔免到幾工幾點鐘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就出來啊！
这是一个武器，嘛是共产党专制政权上惊的武器。咱讲专制政权上惊的什么？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加这种会传播新闻自由、加言论自由，这些社群媒体，加哦，比如讲加电视台啦、吼报纸，这为什么都要限制？因为机关媒体、吼社群媒体还是讲广电媒体会大量的宣传这吼关言论自由，啊，咱民主啊自由这款言论，这款言论。这款言论呢是对专制政权最大的致命伤。但是讲吼社群媒体也是讲电视台就主流的大量的发表，那这国安法嘛不用再施行了啦，嘛不可能施行，所以国安法施行它第一个对付的是什么？不一定是抗议的行为，第一个就是言论。OK， 对，有言论才有可能有抗议行为。有言论呢，大家说哦，原来这基本上是不合理的，基本上香港政府是咱欺压咱香港人所以呢，他们才站在街头上。咱看反送中嘛是安尼嘛，反送中无可能讲啊，大家面对面小酒起咱来去抗议，那是无可能代志嘛，是要透过这些社群媒体。因有这个 Telegram 啦其实咱看到 Telegram 这阵嘛系封禁啦其实这个活动也是社群媒体。这个言论拢无啊连这个发一个口号嘛无，网络顶嘛无自由。其实香港政府这阵那这个限制是哪来哪深啦。不过咱慢慢看讲这个过去伫咧香港种植者因的这个上新的这个动向是啥物啦？咱看到黄之锋、周庭这个罗冠聪因上新的状况，那么做一张图表，先带大家来做来看咱看到黄之锋遮啦伊讲拒绝认罪啦核准继续来保释。因认为无论是毋是认罪，拢无影响当局以港版的国安法来甲因起诉，表示香港已经进入恐怖的时代，嘛呼吁这个各国元首无应该搁激点家己袂向共产政权来低头啦永远袂放弃鼓励搁较侪人来争取民主。咱看到周庭因为个旧年这个621的这个案啦包围警察局伫庭上咧升入2项罪啦即阵嘛是继续来保释。另外，咱看到这个创党的主席罗冠聪，伊是安怎咧？伊即阵已经离开香港已经来流亡啊7月7日，咱看到伊的这公开批，伊写讲这个国安法已经伫这个香港来落实了，呼吁各国暂停也是取消香港签订的这个逃犯引渡协议啦咱继续要过来请教咱的这个研究员咱讲到遮的人这个状况，尤其咱讲罗冠聪啦伊即阵已经是离开香港。逃亡但是伊嘛呼吁侪元首啦必须爱来取消掉香港签的这个逃犯引渡协议，是安怎咧？就是讲，若即阵无甲取消去，罗冠聪伊若是倒去倒位，随时会当控诱转来。是，我是感觉讲咱讲罗冠聪已经逃亡是可能较早淡薄。OK。即摆咱来讲，咱人咧国外啦。OK。咱甲无讲足决定讲，伊就决定讲无爱转去香港。因为伊即摆可能是咧拍拼做咧国际的联络的工作啦。包括咧联络是讲，伊都希望大家国际咧关心，讲香港即摆迄个国安法的问题是足严重的所以比如讲第二讲，大家来关心讲迄个咧印度的协议。比如讲英国开始就咧思考是。在思考讲迄个顶边就使讲迄个你甲香港的印度协议，大家感觉讲过去无问题嘛，因为香港过去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所在，所以讲无问题。毋过你即摆大家变做讲香港愈来甲中国愈共款，所以讲你面对的风险都非常的悬所以我感觉讲罗冠聪应该是搁继续咧拍拼无一定以后。伊个就转去香港，我毋知影香港以后会变做讲，敢若咱台湾过去乌名单袂安尼讲迄个甚至讲都无爱互香港人转去香港，即个状况。即摆目前为止是看到是还袂遐严重啦，是还袂遐严重。毋过我看以后嘛真歹讲，真歹讲当然黄之锋，我感觉从香港种植的迄个即几个朋友我感觉其实拢使人真敬佩啦，所以真敬佩。尤其是黄之锋，我感觉遮尔少年的人，遮尔坚持。伊真讲实在，伊的状况即马目前为止是足危险的。伊目前为止足危险，最后不管你去参加选举，还是讲未来可能去用掠去用破赢的几率，我想是非常的悬，非常的悬。那周庭，我是感觉慢慢讲，因为周庭咱对我讲，伊有承认不是罪名，咱注意看下，伊承认罪名是啥物？讲我明知影参加迄个未批准的迄个伊集会游行，我承认这条。OK。这条是讲。我就承认啦嘛，咱就比较无核准啦。伊毋是讲我承认讲我毋对，我无应该去从事这个民主运动。我感觉还是有差别。有赞助的啦。还是有赞助的差别。所以讲我感觉
国际应该继续来支持咱一寡在香港在为民主奋斗的朋友啦，吼，因为这确实有帮助，唔能看讲甲咱无帮助。咱去思考咱这边的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其实嘛是足单纯的啊，是一个国际人权日咧游行的所在嘛，40年前的代志，吼。啊，到尾为什么伊落判刑无遐尼重，嘛是因为国际压力，吼。虽然讲讲有军事法定，啊，毋过判刑无遐尼重。即若讲无国际的压力，我相信当时的美丽岛的事件的破坏会真严重，会真严重。所以我讲，虽然咱即摆看起来讲，咱敢出一支嘴讲话安尼支持安尼啊，敢若讲无啥物直接的帮衬。啊，毋过国际上你若讲一直在关心这个代志，一直在去呼吁，一直在支持。我相信对香港政府也是有压力的。是。虽然讲北京政府一定会直直向香港政府压力啦。啊，我你若讲国际在支持咱香港。咧为民主奋斗的朋友来看吼，香港政府我相信伊会小可动一下，佮袂遐讲直接遮尔粗残啦。有影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这个罗冠聪吼，伊遮佫有写着讲吼，和这个公开批嘛有英语版吼，写互7国吼，伫咧联合国即个行政首长哦，包括澳洲也好、芬兰也好啦吼，德国也好、荷兰也好、纽西兰也好、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即个首长就亲像咱讲吼，国际压力若是有啦吼，即个可能后摆因的即个力头啦吼。会当较减轻一下，咱继续请教咱的主席。因为这几个哈，拢有香港的这个参选议员，还是本身是议员，他都讲吼，香港无这个言论自由哈。其实我提醒哈，香港嘛有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无言论的自由，无不说话的权利啊，嘛无啦。像哪讲咧？叫你认罪啦吼。无啊，顶过迄个香港的。迄个议员咧宣誓啊，无对迄个可能迄个态度啦，吼较轻浮啦，都用 DQ 呀，吼，用 DQ 去啊，讲你无心意，你宣誓，你爱中国吼无心意，OK，安尼嘛是互迄个 disqualify， 对，无这个资格啦，吼。是啊，就是讲吼，你表现伫外口的这个具体的言行呢之外，吼，你内心的活动吼，你咧想啥吼？伊嘛要甲你控制，心渣哦。是。未来吼，这嘛有可能哦，因为伊即摆已经这个宣誓条例，就是安尼对付这个议员哦，对一般人民，这可能这有可能因为这里这么离谱的这个立法啊，这内容也是讲这个白纸黑字哈，违反掉这个香港基本法，顶头就是写立法会来立法的嘛，这。文字就明确的吼，是啊，伊个共产党啊，都是来调岗要写过吼，这个法律个规定，啊用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要来对付香港的人民，跟全世界吼支持香港人民抗争的这个吼，所有的这个人民的所有组织，有影，这实在是实在是足过分的啦，所以我就感觉讲，咱台湾吼，面对这个香港吼这个代志吼，因为咱过去我会记得咱过去咱立法院啊，有通过一个有关这个咱叫做针对的人权恶棍这个关系啦，就讲有重大违反人权的在外国的这个官员咱限制限制他入境。是，我是认为咱即马应该思考上少针对迄个香港这个报警，这警察的问题啦，迄个凊彩拍人，还是讲未来随便这个侵害人权啦，在迄个这国安的这个人员那有具体这个禁锢我们应当去限制他这个进入到台湾啦。所以咱无可能讲甲逮捕啦，无可能像迄个香港的这个法律遐离谱，但是上少呢，在我们可以表示不欢迎在人权恶棍到台湾来。作为咱台湾政府一种宣示一个态度啦吼，有影真正。不过咱嘛要讨论着讲吼，其实咱看到去年虽然这个香港这个反对派大赢，但是今年本地9月有这个立法会这个选举啦吼，是不是立法会选举可能这个北京政府还是香港政府惊讲可能佫是这个反对派大赢，所以我先侪法律拢先试过这个立法会来监督啦吼。是不是有这个原因？有可能无？这嘛是有可能的啦，就是讲民主派的人士是不是讲伫立法会选举会使亲像去年来在赢了这么多但看国安法就知啊，民主派为什么叫民主派？还是讲不管是港独也好啦，也是讲
一国两制之下要有真正的讲民主自治吼，不管是安怎吼，但是民主派的上重要的目标就是民主嘛，伫香港。但是民主伫香港即马对中共来看来就是一个眼中刺而已，那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讲有委员讲啊，我即马我要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啊，是毋是讲抵触国安法就袂使选举啊？嘛有可能啊，资格都无啊，对无？有。嘿啊，嘛是有可能啊。就算讲啊，伊选掉啊，是啊，刚刚嘛请求主席他讲的，嘿，宣誓的时阵讲啊，我即马支持民主，袂使，你袂使安尼讲，伊也支持中国啊，吼支持吼啊，像共产党的领导吼，即块虽然讲事实内底我是唔知啦，但是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亲像主席头头讲的吼。就有议员哦，现在你的态度，嘿，那个态度够议员，我用我自己的话来宣誓，安尼会使会被使吼，而且吼，不是说啊你不宣誓安尼就会使，不是，依照是民进党吼，是魏宣时期，有可能讲啊，我不要按照事实去宣誓哦，不承认什么三民主义机关嘛，就要代志嘛吼，起码当时吼，或许不宣誓或者透过其他方式，起码嘛是立法委员嘛是立法委员，无可能讲啊，你的资格立法委员当选。资格都无啊，无可能，所以促销是无可能代志。伫台湾于威权时代，虽然讲较早伫蒋介石时期可能有这个代志，但是起码起码在80年代迄威权时期嘛无安尼。但是咱今嘛也看到伫香港，你议员若是讲啊，我支持吼民主，支持吼言论自由，或是我反对林郑月娥也好，中国政府也好，歹势安尼袂使，随随啦哈。违反国安法，而且是可能是主张什么分裂国土啊，你可能是要颠覆国家。我是想袂讲，一个人敢有法度颠覆国家？但是伫香港有可能，有可能啦，什么罪吼，拢甲你按落去啦，对，什么罪拢会使，无唔对。这就是北京政府伊所有吼，这个一套啦吼。继续咱个请教咱的吼研究员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吼，这个立法会9月特别来选举啊吼，国安会推杀落去。会影响到这个香港的这个政局，伫咧这个立法会安怎变化无？其实伊国家香港8年国家安全法已经有规定啊，伊就2个阶段嘛。是。第一个阶段你要做候选人的时阵，你若违反国家安全法的时阵，甲你 DQ。有影。就讲你连候选人的资格都无。第二个阶段是讲，你若当选哦，就算讲你当选哦，那因为违反国家安全法，嘛是甲你改职哦。有影。这是足粗残的啦，足粗残，完全违反。迄个民主法治的社会的状况，所以我感觉其实你若注意看伊个香港8年国家安全法，伊其实真经过真斟酌的思考甲安排，就是讲伊要用什么罪名，要用什么机制，像讲你的国家安全记录啦，什么机制啦，中央要安怎控制啦，有什么效果要安怎出发，其实我感觉伊是思考真完整，拢按算好啦，所以讲真恐怖。真恐怖，所以讲变做真恐怖，是，变什么拢包，毋过什么拢无法定，无法定物件咧是伊解说，你讲你迄罪名什么拢是伊解说，所以我感觉即个国家安全是咱等一日讨论，就讲伊实在是足危险的，实在是足危险的，因为我感觉香港会因为即个国家安全法，伊所有的本来有的法治、自由，甲你都莫讲民主啦，讲即块基本的人权的部分。其实会因为这个国家安全法完全拢无去，香港完全是变作是中国化，是，就甲中国同款的模样。我补充一下，我即摆国就惊，可能未来香港政府会甲迄个中国迄个天网、迄个控制网络迄个制度，无一定就引入来，因为即摆有规定啊嘛。你若违反国家安全法，我就会使甲你的讯息讲甲你强迫去。我讲我会使你来个人，我话你莫去上网络。我要来控制。我直接控制，比如讲我即摆伊怀疑我，伊就甲我的网络切掉就好啊。有影，对吧？所以我感觉我足惊啊！而且非常，我感觉有非常可能。香港政府会甲中国迄个制度规拢引入来。因为过去其实咱嘛有看到讲吼，伫咧即个广东即个所在要较挖即个香港，其实因都开始实施即款的即个天网即个部分啊吼。即个社会信用可能嘛，亲像即个咱教授所讲的吼，可能豆豆都入来吼。其实。影响是啥物啦？咱就会当继续来观察。不过，咱要讲到另外一个事件，就是讲吼，这个北京清华大学这个柯章润吼，伊互逮捕啦吼，真正是顺午食枪吼，这硬午嘛是枪啦吼。咱继续先来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时间是啥物时阵呢？7月7日，伫咧10点的时阵，伫北京出来互20多名这警察上门来逮捕啦吼。中国政府讲伊是伫咧四川的时阵吼。伫
底下这个开查某啦吼。另外就是讲2018年迄当阵有发表一篇文章啦吼，就是讲迄当阵的这个惊吓甲期待。迄当阵就是咧骂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的这个任期制啦吼，讲中国已经倒退登去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啦吼，迄当阵就是讲你的爸爸妈妈吼，也是讲也是厝内人对遐相达这个时代啦吼，鼓吹着这个公开平反着，咱讲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啦吼，2019年迄当阵伊就互清华大学来听课啦吼，真侪学者也是讲校友来联署，清大爱来甲伊复习。另外，咱看到2020年2月时阵，伊阁写一篇文章吼，人民无阁再惊吓啦吼，就是咧讲这个武汉肺炎疫情是中国在这个官场文化之下啦吼，就是讲推卸责任所造成的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伊真正是学经历真正真好啦吼。咱头拄有讲到，2018年伊有这个惊吓甲期待，2020年阁有世界闻名大洋遮这个。这个文章伫咧吼，其实咱讲柯정潤这个教授，咱的这个主席嘛真熟悉啦吼。头拄咱嘛讲到，真正是华语讲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也是昌啦吼。这个昌是无共款的。即阵中共真正是按这个罪名开查某，就该按落去，但是伊的人是正办的人。我是认为吼，你总是开查某，那迄是偌大的罪。你爱用20几个迄个警察车去逮捕。一个大学教授吼，你即摆已经是24小时的监视啊，咁需要用这么大的阵仗吼，去逮捕一个人，你的罪名是讲伊哇几年前吼去开查某，这吼完全不合理啦，不符合比例原则啦。你即摆要抓伊，足简单的嘛，伊的罪名我相信上大的罪名都是因批评这个共产党的政府，批评这个习近平啦，这个取消这个国家任期的这制度啦。是因为许章润教授，我过去有交往啦，我这个嘛是迄个网络迄个过去有一阵啊，因为拢研究这个吴金雄，就是过去迄个东吴大学第一任的法学院的院长，伊的思想。许章润教授因为这个关系我迄当阵嘛推荐咱台湾学者去北京伊的学校去做演讲，所以我对伊我有足深的了解，伊是足关心伊其实是足关心迄个中国的法治啊，中国的宪政的发展。伊这几年嘛是用小心翼翼各种方式去表达伊的意见。但是我想大家拢不会预料到，他本人也不会想到说，竟然会在习近平的手上摔跤表示讲，即马中国虽然讲本地都是专制国家，但是习近平的时代是比过去江泽民、胡锦涛国家退步了。所以许章润教授喜欢用这些隐喻啦，用历史的这个故事来表达意见的，像安尼这款的表达的方式，这款写作的方式，安尼嘛是重大的罪，嘛是用掠去关。所以中国已经有这款这个操作啦香港其实嘛是共款咱上尾先搁请咱的这个廖福德，咱的这个研究员来讲这个柯정潤像这款的，咱头拄讲到真正随便甲你按一个罪名，互你定罪其实因为咱过去讲这个写一寡这个言论来批评中共也好啦真正就是袂使，就随风扣入去。尤其这个罪名，伊个是这个其实开查某，甲你抹黑一个啦这个对你的人格嘛是一大的伤害。我想柯教授应该毋是第一件啦，其实过去嘛足多惊的，这理由拢足奇怪。坐一坐，这边是更较奇怪，是讲开查某啦。无另外一个理由，拢是讲迄个你精神状况有问题，所以讲爱去治疗。所以讲这拢差不多这两项足奇怪的理由啦我感觉上可笑是讲，令着大家看迄个柯教授，伊其实即马清华大学法治甲人权研究中心的主任。因为中国迄个因为有联合国甲欧盟的支持，其实中国即马有10几个的人权中心，是非常的济。我真可笑是讲，在迄个环境。本来这10几个人权中心其实是一真好的基础，会使发展伊人权、民主、法治。毋过讲拄我讲的，习近平，因为习近平讲是讲皇帝思考嘛，伊个专制的思考，所以讲迄打压非常非常的严重。本来慢慢中国这个社会会使讲有机会较好，习近平为着要做皇帝，这无任期的物件，所以讲变做一个是真打压。一个严重的状况，所以讲我感觉这个状况是非常的可笑啦。毋过我感觉共款，甲其他案件共款，咱应该嘛爱继续
继续去关心，吼，因为这嘛是关于国际网络去关心。啊，这关心我是感觉讲嘛是有小可有效，嘛是小可有效，真侪案件咱继续关心。啊，尤其是这种学者型的，你的关心，我是感觉其实中国政府嘛是要小考虑一下，嘛是要小考虑一下啦，吼，对无？你讲一个人权中心的主任，结果向对待遮尔无人权，是，对无？所以讲我这中国政府嘛是会考虑，爱注意一下。有影咱讲到这个香港版，讲到这个柯宗润教授啦吼，其实拢是讲这中共的猎头吼，自北京吼一直到这个香港，这个部分吼，啊嘛提醒着咱台湾人吼，其实爱对香港的这个支持这猎头，嘛爱继续甲吹落去啦吼，唔惊吼，这个香港这个国安法啦吼，咱继续来保护香港，支持香港。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多谢，感谢。